即摆是咧拍啥物哈？我即摆是cosplay OL。哦，有型咧，真诶有型哦。无啦，这哦，这啥货啦？今仔日咱要去佚佗的所在有关系。咱要去佚佗，甲这有关系哦。嘿，你有看麦？安尼我知啦。哈，你就是即个声音有无？就敢若落雨共款。咱要去一个爱落雨的城市。家人。家人。可是家人，唔是家人啦。唔是。较难。家人佫较难咩？佫较难。较难。来看这。跟这个所在有关系，你敢有去过？这我捌去过呢，海边啊呢。嘿。渔港。是一个渔港。倒个渔港我？嘿，这个所在拢是咱望水去拍卡的所在。爱去的所在。嘿啊。倒一个渔港。什么渔港哦？南寮渔港。哦，迄个宜兰的迄个天梯。这个所在呢，拄仔看到宜兰，伊其实是有色加感的肉粽。哦，是肉粽酒哦。是肉粽酒。啊，我都唔知呢。提防小波块。对啊，你拢唔知哈？我唔知。对啊，今嘛你知啊？是。等去甲伊囡仔讲。哦。OK。安尼我今日气生小队哦，我找两个爱食海产的。爱食海产哦。爱食海产的。哦，是美食家。对。哎，迄个，阮杰啊，阮杰嘿，伊杰，好啦，你叫你啦，啊。我想讲你，阮家啊，阮伊啊，做迄叫啦。哦，因为伊即个台语吼较歹念。安怎念？你叫做威家啦，是威家吗？是威家？我之前听阮阿嬷是安尼讲的啦，我嘛唔知啦。阿嬷叫你威家就对啦。对啦。哦，威家啦。嘿啊，恁爱食海产对无？恁两？哦，你看这巴肚。嘿，这巴肚嘿。阮家就甲大家讲食海产袂肥。对。啊，威家甲大家讲无一定哦。无，你是食油饭。哦，你食油饭啦。油饭配迄个生鱼片啊。你食是好火锅配海产。配海产。嘿。是啦。欢迎。安娜，会当坐啊无？会使啊。今仔日是要去南寮渔港。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伊是船老大的千金。哇！因兜唔是开船的，是做船的。哦。嘿，伊是今嘛全台湾北部唯一一个会做船的女性。哇！女性做船帅呢，还没听到呢，好一摆呢。是啊，啊，即马虽然啊南寮渔港啊已经无咧做船啊，即马拢是观光啊，啊伊的做船厂嘛拢有保留落来啊，大汉的啊囡仔啊拢会使去听导览啊，是爱甲渔村的文化。传来，好不好？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嘛是南寮海线的李记慧萍姐，欢迎。李姐，大家好，是金光闪闪，我们的千金驾到，慧萍姐，好，咱来导览进前哦，啊有口号，好，来哦，好，听咱轰动的导览。看上轰动的风景，做伙来南寮，袂无聊。袂无聊。慧萍姐啊，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恁俩，大家好。啊，你这个外表看袂出来，你会晓做船啊呢？真的。对无？你会晓吗？你是去卖船的吧？因为以前阮迄个环境，迄阵古早时阵，爸母叫你做啥物，你无迄权利讲无爱。所以吼，厝的做啥物，你就爱学啥物，啊来帮忙，你是第几代啊？第五代。我是第五代。黄家你第五代啊？是，已经第五代咯。所以恁家做船啊厂有几年啊？哦，已经也是安尼算起来，应该食100年了。哇，对，但是年啊是。你以前做船的时阵有受伤无？因为我看伊的手又白泡泡又明明的。我看嘛，嘿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莫伤大力。歹势，我会较粗，我记起来。做船会受伤吗？对啊，会受伤。加减啦。加减。系啊，加减。是手工的哦。
手工的，但是因为阮的船厂较大，所以铁钉啊什么，其实上受伤的就是骹底。因为铁钉爱擦掉，所以阮以前阮阿公拢会准备迄药水大罐的，先迄药水先消毒，则摕半罐互伊摕转去暗时甲顾的，过工就较袂疼咯。所以你妈妈讲咧做船的时阵，做安尼规个打迄铁钉做安尼，铁钉做烫过你的骹呢。这是难免的啦。烫过你爱搁甲揪出来。是啊，一定爱啊！会弹出来呢？弹出来，一定爱互血已经爱钻出来，爱一直拍到伊血拢流掉啊，安尼才袂发红。伊就咧流血，你搁一直甲拍？拍，一定爱甲迄血，迄落以前迄铁钉有诶拢生山嘛，你一定爱甲迄血甲逼出来，安尼才袂发红。但是较早毋是人讲迄个女性袂使去咧船顶，还是讲袂使？迄是迄当阵对有即个规定，女性。敢若阮船厂嘛讲传男不传女。对啊。但是因为迄当阵阮即代第5代有5个兄弟姊妹，姐做伙计，我着较粗骹粗手，无爱读书，因为小弟仔拢较细汉，所以较粗重的工课咱着捡起来做，因为咱会捡起来做，弟弟着做较做。爸母啊做较少，所以拢家捡起来做安尼。我足大心的啦，今日爸母做了辛苦，伊就拢家捡起来。希望我的查某囝甲你同款。迄爱有环境啦，叫伊来阮做船厂就会啊啦。所以这百外年一定足侪好听的故事咧内底，无咱即摆来听这百外年做船的故事。好，来欢迎魏平记。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慧萍，是船厂的二姐，所以即摆二姐要带恁来去佚佗南寮渔港哦。来去。以前咱的新店叫做德产，德产港咱有经过4个港，德产港、德产新港，一直甲咱即个南寮渔港，即摆咧使用就是咱的新德渔港，咱即个德产港伊的即个就是伫个即个咱头前溪的出海口，就是查甫人若出去掠鱼查某人就补贴一点仔家用，就一点仔遮咧破蚵，所以阮甲即个活动伫个6月、7月，迄当阵的石蚵，石蚵是足肥的，所以呢，阮就有一个活动叫做横渡的头前溪，对。这横渡头前溪呢，阮的即个活动就会去摸蚵仔，会摸蚵仔，即个摸蚵仔呢，阮拢是安怎摸蚵仔？用骹拉拉的，用骹拉拉有蚵仔，阮就甲捡起来，就摸蚵仔，破蚵仔，咱才来食石蚵，才来食石蚵，迄当阵6、7月的时阵，热浪的时阵，迄个石蚵是足肥的，所以阮就横渡即个头前溪。我毋捌看过石蚵遮大只的，对无？拢是细粒。石蚵是伫咧迄石头顶悬，伊吸咧顶悬，足细粒的，敢若是去离岛的迄个金门吧？妈祖金门，配蚵嘛有。因的蚵仔真拢是石，拢足细粒。对，但是这爱看季节啦。也伫个6、7月迄当阵无风无影的时阵，伊的石蚵伊就变足肥的。会当变原变试食无？嘛是会使，即摆食青蚵已经爱有 wasabi。对。伊咧问的就是讲你今仔有炸石，伊咧问的是安尼啦，嘿啦，经过阮转去啊啦，敢唔哈？迄爱现破现食，所以今日无炸来。对，爱来阮南寮渔港，你就会享受即个特别的即个石蚵。而且活动对阮2个足好的呢。安怎讲？阮看到就想讲。阮会使传我囝去迄边，转去的时阵伊就会困啊，爸妈的时阵就来啊，食搁洗一个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其实阮南寮有3宝，这3宝呢，就是即马即个3月、4月其实会掠足侪鲨鱼的。
吼，啊，你知影为什么阮遮掠遐尼侪鲨鱼有啥物作用？伊就是吼会当做鱼浆，鱼浆就会使做鱼丸，吼，鱼丸呢啊，佫会使做甜不辣。哦，所以哦，伊伫咧即个阮南寮吼渔港吼是上大宗的，伫咧上大宗，啊，所以掠足侪鲨鱼，阮就讲掠大鲨，啊，再搁来伫咧7月的时阵吼，阮会小港，所以阮的小港是全台湾吼上甜搁上脆，所以吼掠小港，吼，迄阵阮以前细汉的时阵啊，吼啊拢会去斗3工，因为这小港吼伊足脆弱，所以伫咧船仔顶伊就先甲撒起来啊，吼，啊若到即个岸上吼，啊伊阮就去斗拖，其实阮去斗帮忙是去斗食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伊也看到讲，这囡仔因为掠足济，所以伊也无限制，啊，所以阮若去帮忙，啊，就会去食，啊，转去的时阵吼，啊，搁会甲手指头啊，拢甲拍开，哦，啊，这个小港吼挂甲规小港，啊，才好安尼来转，哦，所以这是吼，阮细汉上趣味的一个活动。这叫小港布袋戏。哇，这就趣味。是，哦，啊，搁来就是阮冬季前后10天，就是阮掠乌鱼的时阵，哦，掠乌鱼，所以乌鱼就是乌金。吼，全身拢会使食，吼乌鱼啦，吼啊伊的乌鱼筋啦、乌鱼子啦，吼啊搁乌鱼标。所以乌鱼子就是咧食伊的卵就对。对，母的就是乌鱼子，啊公的就是乌鱼标。乌鱼标。对，乌鱼标。吼啊，所以迄个冬季迄当阵就爱愈冷愈有乌鱼入来。伊迄种迄渔船啊吼，无探物机。无，拢是靠罗盘，所以迄当阵吼，拢徛伫咧大公楼啊，就是咧驾驶一个悬顶。以前吼，船主拢会徛喺遐，徛喺这悬顶吼，因来搁安怎看乌鱼？伊是看迄个海波浪的即个波动，啊吼，啊无就爱看讲什么迄个色，吼，啊伊也讲看到乌乌一片吼，其实你莫落网，你爱看到什么正红色的时阵。吼，你也落网，拢规万只。哇！啥人讲正红色的先落网？就是因的判断，因的经验。这个判断讲，我也是看到迄正红色，落去落网吼，啊，迄当阵就是着大网。吼，啊，若讲到这三宝啊，吼，咱南寮三宝，啊，就爱讲到阮的南寮渔港。吼，阮的南寮渔港呢，吼，以前的南寮即个老街吼，伊所有渔船啊，要食、要穿的、要用的。拢伫咧这老街拢用会着，吼啊！即摆目前吼，因这吼就是第2代已经转来，哦，这就是吼柑仔店，吼，这个柑仔店，啊，伊吼就是去外国留学转来了，啊，伊要吼伫咧遮发展，啊，所以吼伊就甲伊改做披萨店，披萨店，吼啊！伊即摆已经吼，足侪外国的朋友拢会来找伊，所以即摆已经。行到国际线啦，伊就来啉米露、食披萨，啊，找海风，对。阮本地就感觉讲，这安尼用甲软，但是吼，这是足有特色的，无共款的。你看是感觉足水的。对啊，啊过来就感觉人伊安尼带动吼，阮这个南寮港吼，伊嘛是功劳真大啦，吼。啊，搁来特别要介绍，就是即个海岸风情，这嘛是第2代转来了后，吼啊，甲即个伊是以前的十岁仔店，吼啊，即个十岁仔店呢，伊我讲伊讲遮穿的拢伫咧遮，吼，即个船啊要出港的时阵，伊就会甲即个清单，吼，一个清单，啊，就会甲即个十岁仔店，吼，讲我什么时阵？因为阮遮是臭大港，水饮甲水客。吼，因为水饮甲水客一天有2摆，啊，所以水饮的时阵吼，可能2-3小时，吼，会当准备即块伊要出海的即个物件，啊，所以，老师你讲臭大港就是臭回答，对，臭大港，所谓的臭大港就是因为咱无参过人，也是讲台中伊迄是自由港。吼，啊，咱遮的臭大港就是，咱来水饮的时阵，船仔才会使出入，毋过若水客的时阵吼。就是大一片，所以咱的作业有即个地形的即个限制，吼，所以呢，阮就讲这就是叫做臭大港，吼。啊，你讲水饮甲水客一天有2摆，对。啊，伊水饮起来甲水客安尼是偌久的时间？
差不多你若讲24小时，差不多12点钟，啊一个水课水饮差不多6点钟，吼啊，但是会当吼满甲伊满调的时阵，会当吼鱼船啊出去，差不多伫个2、3点钟。哦，对，啊，所以若出港的时阵，拢足赶时间的，所以伊即个杂货仔店吼，伊也是讲看到即个船主的即个清单了后，吼，伊就紧甲即个物件拢准理。啊，伊讲啊，我半暝1点才要出港，吼，伊就甲物件拢准备好，啊，放喺伊的船头，吼，所以阮以前。上早就变宅配的即个服务啊，吼啊，所以啊，阮迄当阵伊也是讲，因来买物件，其实因拢无咧付现金的，无咧付现金的。买物件免用钱。是，因拢是记咧壁的。哦。啊，记咧壁的，吼啊，等伊过工吼，转来了后，甲伊即个鱼仔卖掉以后，吼啊，因就会去清即个销。啊，甲伊迄壁的名就甲伊切掉，所以伊也咧赶紧的时阵摕物件吼，人拢想讲爱免钱，毋是家己的壁，是有人情味的是，啊，这是互相的信任嘛，这个第2代已经甲伊变做是餐厅，啊卖咖啡。伊是为迄个咖啡啊做简餐，啊伊2楼有开放哦，你若坐迄只吼，你就看到阮南寮港的全景，啊阮南寮港讲实在敢若虽然即个老街，啊阮阁有一个有看到即个遮有一个门，阮全台湾唯一鱼港有门的，你看咱全台湾鱼港哪有门？敢若阮南寮。所以来阮南寮，阮就会带恁去看，唯一有门的所在，啊，即摆要搁来带恁来即个上重要，就是阮的5代的造船厂，这5代的造船厂呢，无咧做新船啊，但是这有5代的即个精神伫的，所以阮第1代，第1代甲第2代已经是咧做3班的，啊，但是呢，以前的渔民其实足单纯的，伊就想讲我家己讨海，家己有够食就好啊。毋过有的渔民较巧啊，伊就想讲我也掠较济，我会使趁钱。所以呢，阿公就甲即个家人，即家人学即种查船，啊，即个查船有动力的，有斗引力的，所以伊会当做即个20吨甲40吨的即个渔船啊。啊，恁知影无？做一只船啊，伊迄个查船爱偌济钱无？系啊，偌济钱。几年？民国几年？民国几年？差不多50年前啊。以前的柑仔糖，一粒1角。做一只船爱偌济钱？做偌济钱？你看，伊是迄当阵伊会当去半栋厝的即个介绍。半栋厝，安尼。我知影。有一首歌叫做。一条船要卖5000块，5000块要卖一条船。你唱的敢会是一只牛要卖5000块，5000块要卖一只，敢是？敢是哈？你敢若插足我中话听到是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恁故乡可能是唱一只船，恁靠海的啦，恁靠海的，甲阮无讲。你个船较俗。啊，安尼5000块啦，好，5000块。无啦，伊即摆照顾囡仔足辛苦的。你强气。啊，伊当阵咧做一只船啊，你也是讲20吨的差不多伫咧15万左右。伫咧15万，就是差不多会再起半栋厝啊。爱做偌久的时间？差不多伫咧半年至8个月，才会当做一只船啊。拢是用手工的嘛？拢用手工的，以前无迄电动的，干那要弄一个迄空你来用手落去装。安尼一年差不多两只船，加2只。拄只只你讲20栋的对无？对20栋。拄只讲迄伊讲20栋，这个栋你感觉是这个重量还是啥物？大小。对。你竟然知影呢？对无？大细，对。阮第4代，阮老爸较巧，阮老爸较巧，伊就做迄个玻璃纤维的，玻璃纤维会当40吨，一直到100吨，差不多90吨左右，伊会当再搁较侪鱼啊，所以呢，伊第4代，阮就做即个玻璃纤维，啊，即个就是伊的模啊，
敢若开即个模啊，吼，开即个模啊，伊就会使做足侪食的即个船啊，吼。迄当阵吼，伫个金门吼，啊因来阮遮订船啊，订7只。你知影用偌久的时间无？7只。一年差不多2只，7只差不多3年半嘛，差不多，对无？嘿，阮整场吼，该7个月就该完成。是，所以一代一代的智慧都无共款，因为你用无啊。偷工减料。有无啊？对，有无啊？有无啊？所有的寸树拢会当伫个边地就先该做起来啊。是，啊，所以1个月会使做1只船啊。所以吼，足侪人吼，足侪人想啦，要来阮遮学师啊。吼，但是呢，迄当阵迄个条件较好的，伊就去读书。吼，条件较无好的，伊国校啊毕业，就来阮遮学师啊。吼，学师啊，爱过偌久，恁知无？3年4个月。是3年4个月。是，吼，虽然是不成文的这个规定。无啊，较早你若咧学啥物学师啊，拢是3年4个月啊。譬如讲你加头章嘛是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出师是头妹嘛是爱洗洗头。这是一个基本数啦，一个基本数啊，所以吼3年4个月，这个老头家吼，伊就会准备这个工具箱啊，内底吼，家己的这个工具做船的工具拢家准备好，吼嘛是对伊一种鼓励，讲啊，你这3年4个月遮尔拍拼的来遮来学习，所以互伊一点仔鼓励，所以也该肯定，所以讲恭喜你，你已经出师了。嘿，对，这个想法就是出师的意思。就出师咯，若出师吼，伫迄当阵的工钱吼，迄当阵就是跳60块。对，若较大点，一工就跳60块。哇，一个月1800。是啊，若较厉害的老师吼，出外口工就100块。吼，所以迄当阵这个钱，因为迄当阵咧吐水啊，吐水一工才30块呢。虽然阮第5代无咧做船啊，但是阮要甲即个做船的即个技术吼，甲即个智慧，甲伊即个做船师的灵魂，阮是要甲保留落来。吼，虽然即马还袂整理啊，足好势，但是阮嘛慢慢有开放。吼，希望吼后摆会当做一个文化馆，也是讲博物馆，会当互一代一代一直甲流传落来。是的。哇，100多年的这个做船的故事。好因为吼，这个当然做渔船啊，面角角啊，吼但是阮做一只船啊，这个开头最重要的。做一只船啊，敢若你起一栋厝咧，所以吼，阮这个做船啊，一定要有一个银角啊。互恁猜看卖啊，你要看卖啊，这个银角啊有啥物作用？银角啊，是啥物？发财金，这银的啦，银的，阮讲良银呐，良银，就有分量，分量。良银。放咧船上面是一个吉祥物。每一只船拢爱用这。是，这是一个仪式，嘛最重要的啦。我知员工的时阵爱用迄酒去扛。迄是外国的。迄是外国的。物件要正载，这是正传呢。正传。是讲这个，伊叫做良银嘛。良银。这个华语叫龙银。希望就是伊迄个希望，拢会使拢赢别人。这个解释哇，真好，吉祥的，良银。你创啥？我答对啊！这个良银哦，对，敢买会着？会啦，即马是买会着，但是较少啊。较少啊，无价之宝。答案正确的答案还未公布呢。是啊，我的是正确的答案。我无确定哦。我的就是正确的。良银到底是啥物作用？是。咱来看。撇蛇，保平安。是安那讲良银？良银。我讲对嘛，我你对啊，讲对。等无，这无要送，无要送。不是咧，不是，但他小讲一只呢，你等。因为吼，你要做一只新船的时阵吼，这船主拢会去迄马祖婆去求这个符令，这符令呢，伊这个良银哦，伊会当辟邪，所以吼，阮伫咧
做这个灵骨的时阵吼，阮有一支将军条，就是咧白锁啊固定的所在。吼，啊，伊这将军条下骹，伊就爱放一个龙银。啊，若条件较好的尊主吼，伊就会摕3个、5个，啊，连咧符令拢家放喺龙骨。哦，就头前这支咧做的时阵，一定爱家用起来，啊，就是吼。会辟邪啦，所以你讲的这个船啊，伊的将军条就是船啊，伊的龙骨就对，对，敢若咱人的龙骨安尼啦。啊，你做成这龙骨啊，你就要刻这个龙银，因为吼，你对，你做这只船啊，啊伫海上咧掠鱼啊，啊你可能会拄着一寡可能较无较无清气的物件，啊伊这就是吼，无爱互你爬来。哦，无清气的这个，爬来这个船顶，啊嘛有保护。安尼我知影，因为龙伊是海内底上厉害的动物，海龙王啊，所以伊会使甲顶掉的。就亲像阮龙雅的时阵啊，摄影师拢会放乖乖，叫伊乖乖的意思啦。而且乖可以青色的乖乖。对，无黄色的袂使。对，爱青色。你讲对啊，这提走。真的。多谢。我转去爱放咧我查某囝床遐对定条，对，叶面枕头啦，对，定条，对，哦，啊，搁有另外一个重要，阮的这个大活动，吼，有一个日子，吼，阮的船厂吼，厝边头尾啊拢会来，吼，啊，袂晓你摇看卖啊，这是什么型的活动？啊，需要一支这雨伞。哦，这雨伞吼，这是伊迄当阵会用到的物件，吼，啊是啥物日子，互恁摇看嘛。渔村的活动爱用到雨伞就对啦。对。我知影，借我一下。你讲有啥物？你啥物拢知影咧？对啊。啦，最近听到一支小雨伞，一支小雨伞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等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就是唱歌呢。唱歌啊，恋爱会。演唱会，渔村的演唱会，活动呢，嘿，是咧。撒红包的时阵，我会当去，摕足侪红包的，是无？有道理呢。啊，你咧又看卖。因为你若出海人拢是拜妈祖婆，我感觉应该是妈祖婆的生日的时阵会用到。啊，妈祖婆伊会也一寡物件互大家，啊，你用这个雨伞来接遐物，到底是对啊毋对？咱来看一下答案。啥物活动咧？啥物活动爱用雨伞？哦，是。你讲下传仪式。对啦，你讲的真对啊，但是无正确啊。无啥正确，有对，但是无啥正确。因为啊，阮做一只船啊，吼，上着你看，经过半年8个月，啊，做好一只船啊，做一只船啊了后吼，啊，就会吼大船落水，准备这3升5升，吼，啊，准备一个米酒，为船头甲船尾洗一轮。啊，甲阮的船厂拢拍开，吼，啊，用即个米酒吼，甲嗅的，吼，啊，所以酒芳，规个船啊拢芳，吼，所以吼，伊就有嘛是一种消毒的即个意思啦，吼，哎，啊，船主吼，因为也真欢喜，伊就准备吼一寡银角啊，一寡糖仔饼啊，吼，啊，准备吼即个麻糍啊面糊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伊就准备即寡物件，伫个即个要落水的时阵吼，伊就会鸣炮。啊，听到这厝边头尾也听到这个鸣炮的时阵，因就会雨伞啦、面桶啦、吼粪机啦，会当底的物件吼，拢摕来吼啊，听到炮啊声就会紧冲来，这个船厂人啊愈来愈多，啊，就表示讲啊，这个鱼啊就愈来愈多，啊，就遐民众啊鱼啊，嘿，对，啊，然后伊的这个麻糍吼，这个麻糍哦。甲面糊伊拢无包装，啊无包装伊压落去时，啊民众啊捡起来就讲，哎哟，哪会念着遐尼侪沙，念着沙念大沙，哦是。念大沙是啥意思？沙鱼。沙鱼。哦，念大沙。念大沙。是。有物件通食。你看，本来麻是安尼嘛，啊，那我涂骹安尼念着沙，念着沙是。
是安尼，好呢。啊，所以这嘛是一种寓意，活动，对。足趣味的啊！是。我一开始你讲国外，迄个渔船大船要落海，的时阵你讲会弄啥物？红酒啊，啥物去弄迄个船？有一罐，香槟啊，有一罐香槟嘛，伊就安咻一个，砰一个，一定要变哦，一定要变。迄外国是安尼，但是咱台湾是，嘿对，啊，过来野即个迄个野糖仔饼，对，糖仔饼啊，麻糍啊，面菇，木瓜爱用雨伞，对，爱用雨伞来行，扣较济，对，哦，伊会准备即个平安餐，啊，大家食落平安大趁钱，是啊，所以来阮南寮，来阮南寮港来佚佗。横渡阮的头前溪，来阮坐船厂看阮的文化甲历史。来遮食三宝，感谢，所以感谢我编辑啊，你看，100多年的这个坐船厂，虽然讲即摆伊无咧做船啦，但是你看姊啊，你讲到这做船啦，这往事，你看，喙切目笑，有无？规个人拢活起来安尼。阮大人囡仔，阮拢有家培养做迄个导览的即个老师对啊，以前诶，即个咱海口人也较避暑，要家做田调做田调伊拢讲我袂晓讲，袂晓讲，毋过也讲着家己诶故事讲半点钟拢袂停。三日拢讲袂完。是。毋过阮已经食麻糍啊，阮即马拢咧讨论即个鱼港，鱼港。就是要食海产，我就是等一趴啦。但是咱拢啊无食海产，敢食麻糍。卖条件，是，因为有好朋友啦。是，因为阮这坐船厂，因为要维持坐船厂，所以我甲1/3啦，挂做餐厅。是啊，渔船啊，你爱鱼啊，就送来阮餐厅。伊也不送来，阮就不爱甲伊修理。无啦，即马阮就甲餐厅做即个料理。我有叫阮小弟啊，阮阿凤师。但是伊讲爱看恁的功夫有好无？功夫有好，才有食好料的。安尼，要食海产，我要看功夫。是，伊的弟弟。是渔船的医生，医生，今嘛咧，你这个医生就爱传好料来啊！洪师来欢迎你的多来好朋友阿洪师，欢迎洪师，欢迎所以你是阿冰姊的小弟？对，我刚刚想讲要食好料的，就歹势就爱互恁小体验者。安尼哦。以前做船师的时阵，伊要做的工课就是来讲螺丝，这是基本功啊。基本功，这基本的。做会成，做会好，讲会好，开始食。做通食。所以你小。甲情绪小培养者。我是一对。为什么？无这有通食。这是我是伊的助理。安尼啊。我请问你一个，你讲你是渔船医生，你这个做医生做偌久啊？做渔船医生？做自开始接触为国中就开始啊。哇！自细汉。对。做甲紧安尼，做了40-50年啊。有啦。有吼，所以我接触足多的。渔船伊上接出毛病的是倒位？其实伊迄因为船啊伫海上伫驶嘛，伊较会受伤，就是迄个伊的船边，伊的腹肚边。腹肚。伊船啊伫驶有。会去弄掉。弄掉。铁达尼就是安尼，铁达尼。就是弄到腹肚边就对啊。所以你也去甲补空补起来。对。所以阮这医生。做，阮会接触足多，阮都要有内科、外科，医美。所以你就是爱甲这个渔船，你受伤你爱甲手术就对。对。咱今摆要甲手术。今摆只甲拍地基。拍地基。甲弄入去就好啊。对。这简单的代志，你想。你甲你信啦，你甲你夹自己。我甲你补充一个，因为迄当阵拢无机器，
无加去。啊，因为吼，这落茶，因为做茶船的时阵，你也一个这个螺丝是5分的，啊，你爱拍偌大的这个空才袂漏水。嘿，啊，所以吼，你得拍4分8的空。 5分拍4分8就对。对，啊，你这螺丝，因为吼，你也用这个螺丝锁起来，啊，你也拍铁钉，因为咱的海泳，咱的船啊起，过海泳起是20斤，落来可能100斤，啊，所以吼，伊的这个冲击吼，一定要用螺丝钉，吼，啊，即马就互你体验一下，咱来螺丝钉甲拍落。这有啥物困难的？你说你哦。 你若是那就卡一少，只要你的手真正要坑袂，哦，拍好准，浩子哥好聊伫遮哦，开会啊哦。哦，你讲袂对，你是目睭有问题呢。你来，伊顶下会走去，伊顶下会走去，当你。对。 哎，你若是做无好，我就爱关会哦。关会，这个我的，你讲你家己点啦。我讲这个。你完全无咧，你完全无对。你看拢歪去，尴尬。哪有明明都歪去。有啦。 我要食，歪，你，你去看嘛，就讲过来紧，阮给，好，你莫讲了家己卡哦。哎，你较巧，伊摕较短啦，莫怪恁兜装潢拢你家己做的。是啊，这有一种讲法哦，本来毋是半年8个月，但是也这安尼讲法哦，可能爱2年。 8个月，7、8万啦。红菜你试看嘛。老师你试看卖。咱这做这吼，其实咱咧讲这吼，距离咱会了准，但是你爱甲讲，我怎么讲螺丝，该培养感情。爱感情。啊，你无感情就讲袂对。啊，就爱有精神科啊。有差，再相换者。好来。你再讲哦，该培养一下感情的。哦。你要有一个距离感。姿势爱出来，对啊，你安尼你又无咱嘛，但是你距离就这长短啊，你就要有一个距离感弄落去。啊，为什么因两个有距离感，啊，毋过拍袂准？啊，因两个有距离感。啊，这就是咱讲的，我3年4个月是安怎来？对啊，50几年的老师傅啊，我第一个拍距离感就对啊，你爱讲啊，你也拄则无安尼嘛。就1点半尔，我要嘛跟你我算了，我要嘛讲咧，你会笑哇！我哋受伤是因为就是安尼讲无准，才受伤的啦。我要为你唱个歌。你看，我会想，迄茶船啊，一个这个茶吼，差不多有8空至12空，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一只船啊，爱。 偌济螺丝来拍，是洪师，安尼因三个敢有过关？有啦，有过关啦。来，哦，有当家海产哦，滚啊！米粉呢？哦，海产米白抢啦，这啦，这有白抢对无？这个白抢米粉，这是阮伫咧船顶。你看这白抢，这白抢啊！这伫咧船顶一个基本的这个料理。这基本的哦，这是基本的。是啊，因为阮新着采迄个出产米粉嘛，啊，所以甲这个大料，吼，这个大料就吼放在船顶，啊，伊若落网抓到啥物，伊就掺啥物，吼，所以就伊这个料理是安尼。我今仔日大丰收呢，大丰收呢。又抓到白抢，伊就落白抢；又抓到透抽，伊就放透抽。好食的。是，啊，白菜肉，这是阮船厂吼，啊，阮妈妈因家己的这个料理，对，手路菜。以前吼伫咧庄骹吼，啊是干那海产尔，啊也无啥物料理。啊，若朋友来，
朋友啥物叫做装卡海产呀？无啥物了。我都海产一大路，才长着，才去食着海产。所以吼，厝内有啥物，伊就加啥物。所以阮兜就干贝啦，香菇啦，下米啦，崩皮啦，所以吼，这个吼，伊这无加倍数的，就是吼，伊全部都是这个原味的。嘿啊，我会记转来了吼，阮就吼一人一碗公，白饭白白，这是足享受。哇，就香。够赞！我觉得好食。这南寮很老啊，这个海产，个南新竹的米粉哦，敢若赞你啊！啊，因讲因遐无啥物好食，敢食海产配米粉啊。是，我叫你，我啥物拢无。肯定若是食泡面，拢有海产的当。是啊，伊就掠啥物就加啥物。掠着鲍鱼、蛋鲍鱼安尼，无啥物物件，无啥物好蛋的。浩子哥，恁三个看起来哦，虽然有做工啊，但是这工有疗愈，有疗愈，足赞呢，足赞呢，是不是爱周准呐？总算有食着，总算有食着呢。哦，好食好食。等下刚才外带。啊，一件我的。啊，隔壁这个。这真正好，啊，真正好我。无，你的吼，我先。啊，等，伊有炸油饭啦，嘿，你包伊油饭，袂使，你包伊油饭。但是讲实在的，正经做船是足艰苦的，啊，即马无做船。这较好谈，是不是？开餐厅较好谈。但是因为阮的做船厂吼，即马这是国有财产局的这个土地，所以吼，伊即马无做船就无收入，所以我就甲1/3来做做餐厅，甲餐厅赚的钱来维持这个做船厂的开销。做船其实有一寡职业伤害对吧？是啊，系啊。拄我有讲过是用啥物？玻璃纤维，伊的身体较精彩啦。因为我迄时阵高中的时阵，有去做一个检查，迄个医生照 X 光嘛，伊就讲我的身躯有肺部啊，是肺部有一下纤维化，安尼擦安尼。高中就肺部的纤维化。对，因为伊这种物件，即马这手这摕到这物件，伊其实伊这种的吼，你甲拍开的时阵哦，它是有那种颗粒分层。很细。对，你只要你若讲在电迄下骹，他们在日头啊，你一照落去吼，你甲看迄种是金闪闪的，金闪闪的。所以，阮来做工课吼，尽量莫看到日头啊，因为做咧会惊。哎呀，你唔爱挂嘴啊。对，所以医生讲，你若甲安尼落去吼，你的肺部最严重的。伊讲你就是爱迄个口罩吼，你身躯爱包起来。所以阮若在做工课，阮若包到剩目睭尔。足艰苦。剩目睭尔。你知影这摸到这外擦，你知影？我知啊。足擦上诶。所以我唔敢直接恁摕甲包起来。包起来。所以恁就是恁即摆做船的材料，拢是这玻璃纤维。对。啊，恁爱甲固去你迄个船顶嘛？对，这个模啊。一顶固迄个模啊。对。安尼固几站？固几站？咱厝的吼，咱厝的这洗衣机伊才一顶了呢。若要固这个船呢，爱2-5顶。以上啦，2-5顶以上。啊，不怪你的肺部的纤维化。对啊。所以即马做工课口罩啥物拢爱足齐全。所以迄当初阮包甲人拢唔知我是查某的。哇，遮水着，包条件扭去。哇，就是这个部分哦，是讲文化保存，其实无简单，讲有伤害。所以恁讨论一下啊，我这手这种无共款啊，这就是叫讲对喊对。无共款好无？真的啊！所以情票，你看这载，无共款，这载足大个有无？这就是叫讲对喊对。咱今仔日故事听了，你感觉要对老师来南寮渔港算一下？那是当搁食一碗哈。马上去的，安尼好啦。既然就讲这个做船啊有无？你若刚刚要做伙来南寮渔港吼，咱即摆拄好一条船，是啊。咱即摆看无，咱就是咱观众朋友，你若刚刚要去遐耍，咱就上船，啊若无咱就徛咧岸边就好。一两三吼，一两三。还没出发
时讲故事，互大家听，咱后日来相会。